请揭牌。文化部长李婉踮市场5位特定人共同替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揭牌，将规划伫2档内完成台湾近现代美术的定义甲研究、场馆发展规划甲典藏制度制定等工作，同时积极研议成立行政法人发这作业。从2018年，文化部推出一个非常大的计划，就是重建台湾艺术史。那这个计划很大，然后中间就包括了收集前辈艺术家的作品，大概有800多件，然后修复了大概8000多件的那个作品，然后收复了大概9万个史料档案等等。那2025年我们推出了重建台湾艺术史2.0的目的，就是把我们前面所收藏来的这些画，然后做常设展的推向常设展或者各种展出，最终今天这个场地就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近现代的国家美术馆。文化部经过多处协商协调，决定由台南市政府无偿拨用台南市美术馆二馆，成为第2座国家美术馆。这嘛是看做总统赖清德当时伫台南的政绩之一，希望让台南甲台湾的艺术更加发扬光大。有许多这个艺术家的后代，他们要捐赠这个作品，他们是以要捐给国家美术馆为前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台南市美术馆华丽转身成为国家美术馆。那一方面应了艺术家后代他们的一个用心，另外一方面也让他的服务的层次更加提升。典礼当中，陈添波、郭碧川、潘春元、潘丽水等13位前辈艺术家的家属，更捐出至少3000件作品，由国家保存、研究甲展示台湾重要的美术资产。文化部强调，未来会持续甲南美馆合作，资源共享，协助营运拓展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